国际新闻来关心，乌克兰19日时头解是用美国提供予因的地定战术飞弹，摕来攻击洛西亚。这个时间呢，拄好是这场战争第1000天。这届攻击有拍到洛西亚境内一大设施，无传出伤亡。不过，普廷已经对美国提出警告。乌克兰伫个战争的第1000天，第一遍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。虽然乌克兰无公开说明使用什么款武器，不过政府消息人士甲一位美国官员证实，就是用 ATACMS。俄罗斯讲，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面，其中5粒射落，有1粒飞弹的碎片去攻着设施，引起大火，不过已经拍花。乌克兰讲，这边攻击射到俄国境内差不多110公里的一个军火库，引起2变爆炸。有一位美国官员讲，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的8粒飞弹内面，其中2粒炸落。这边攻击的目标是弹药补给点。Especially these days, they presented nuclear weapon strategy. Why? They didn't present peace strategy. 伫即间俄罗斯总统普廷暂时决定扩大莫斯科使用核武的理由，这么人伫咧巴西参加 G20 峰会俄国外长，叫美国就要把这项决定的内容看好清楚。We will be taking this as a qualitatively new phase of the Western war against Russia. And we'll react accordingly. Конечно, сигнал о том,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.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,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, невозможно. 任期就要改版的美国总统拜登，这礼拜批准乌克兰使用 ATACMS。在过去，莫斯科一直警告西方国家，若是和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，将会看作是战争升级，等于是华府直接参加俄冲突。乌克兰即马1/5的领土伫咧莫斯科的手内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重新返来白宫，互人正怀疑，到时这项支持是毋是当继续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